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8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创世纪45章16节到28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第1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成就。今仔要分享的主题成就，并不是咧讲一般的人迄种的成就，就是讲敢若事业之成功吼。今仔要讲的是上帝的旨意来成就啦吼。耶稣基督安怎来完成伊的医治的神业？有人讲是透过接触，就是手摸手安尼吼。因为耶稣常常来摸人的病痛，或是甲人来握手。圣经记载迄一位患血漏的妇人人，就是接触到耶稣基督的衫袖，来得到医治。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安尼啦吼。耶稣的医治并不是透过接触，是因为伊的权柄，亲像约瑟咧管理埃及，伊有法老王予伊的权柄的上顶。伊并无需要亲自处理代志，伊只要吩咐代志，就会当成就。佮较毋免讲法老王本身啦吼。创世纪45章16节到28节，记载着约瑟甲伊的兄弟佮一摆见面3人的代志，传到伫埃及王的耳孔中。所以呢，埃及王就下命令，予约瑟的兄弟去迎接伊的老爸雅各全家来到伫埃及来避难，并且赏赐予因有土地通啊徛起。这个命令是用话语，然后代志就成就啊。圣经记载，这个风声传到埃及王的宫来讲，约瑟的兄弟来啊！埃及王甲伊的人臣拢真欢喜。埃及王甲约瑟讲：“你着甲你的兄弟讲，恁着将物件互精生宰，出发倒去迦南地，将恁的老爸甲恁的家眷拢接来我遮。我要将埃及上好的物件互恁，恁嘛通食伫即所在的山珍海味。但我命令你，着对埃及地派车去，将因的某、因的囡仔，甲恁老爸拢接来，叫因毋通珍惜厝内的物件，因为埃及全地好物，因拢通享受。雅各的囝儿就照安尼去做，照约瑟照埃及王的吩咐，互因车甲路中需要的食物，佮互因逐个人一套衫，毋久，互便雅悯300箍银，衣服5套。约瑟互因送互因老爸的礼物，有公的梨仔10只。在埃及的好物，母的梨仔10只，在五谷饼甲茶米，互老爸路中通用。约瑟送因兄弟倒去，佮甲因讲：恁伫路年毋通冤家，因对埃及倒去迦南地。因老爸雅各遐，因对雅各讲：约瑟啊活地，佮做宰相伫你埃及全地。雅各拢无反应，毋信因的话，因就将约瑟甲因讲的话，拢对因老爸雅各讲。雅各看到约瑟派来要载伊的车，心就活起来。雅各讲：有够好，我的囝约瑟啊活地，趁我还未死，我要去看伊。雅各伫有生之年嘛，有幸通去看见上帝救赎的计划来成就。透过上帝的同在，法老王的授权，约瑟的执政，保存以色列全家的性命。耶稣基督，伊伫通常用对话，伊甚至用问话方式来确定人是毋是有信心。一个有需要帮助、需要医治的人，信心若坚定，耶稣基督就会讲：你的信救了你，或者是讲你的信心坚定，你就得到医好啊。
上帝成就伊的旨意，耶稣基督成就伊的新约，并无需要靠手，乃是伊的权柄。亲像伫创世纪中间，咱看见上帝的创造嘛，透过伊的言语来成就。上帝讲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亲像迄一位军官甲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嘛是共款。马太福音第8章第1节到13节，耶稣伫山顶落来时，有规大群的人对伊。伫迄时，有一个麻风病人行活来，跪落去伊的面前，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耶稣伸手甲伊摸，讲：我肯，互你清气。伊的麻风病随时清气。耶稣甲伊讲：着注意，拢毋通甲人讲，不过着记个，互祭司验。佮照摩西的规定献礼物，通对证人证明。耶稣入去加百农的时，有一个罗马的军官行活来恳求伊，讲：主啊，我的仆人半身不遂，倒伫厝内非常艰苦。耶稣甲伊讲：我来去甲伊医治。军官应讲：主啊，你来阮兜，我袂堪得。你干那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，因为我是互人管的人，嘛有兵互我管。我讲，甲即个讲去，伊就去；甲别个讲来，伊就来。甲我的仆人讲你做即个，伊就去做。耶稣听了，感觉真意外，就对遐会对伊的人讲：我实在甲恁讲。连伫以色列中间，我拢毋捌看见即款的信心。我甲恁讲，有真侪人会对东对西，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伫天国坐倒。不过，遐个本来是天国的囝儿的，反倒当受赶出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低头家己切去。虽然耶稣甲迄个军官讲：你去。互你所信的实现，拄伫即时，仆人的病就好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暗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会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会牢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。我仰望你的话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，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感谢主赏赐恩典，互阮因为相信来得到救恩。求主帮助阮有坚定的信心，无论经过任何的困难，拢会当因为坚信来得救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